你有听过这句话吗？官兵到时篱笆破。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无奈，又很有那个时代的味道。对啊，今天呢，我们想说，从荷兰美先生在客新闻上的一篇专栏开始聊。一起来看看这句话背后那段关于大迁徙军队跟老百姓怎么适应、怎么共存的历史。你想象一下嘛，1949年之后，哇，上百万的军人来到台湾，真的很多。营房那里够啊？根本不够。对，结果他们就住到学校里面、寺庙里面，这个对当时的生活冲击一定很大吧？没错。这篇报道，给了我们一个从苗栗看出去的很生动的视角。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从这些资料里挖挖看。挖什么？就是官兵到时篱笆破这句话，它到底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还有就是当时军队跟老百姓互动的那个真实状况是怎样，以及这段历史啦，它怎么影响到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地景，还有我们的记忆。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句话本身好了。好，官兵到时篱笆破，听起来好像是抱怨哈。对啊，感觉就是说军队一来，我家篱笆就坏了。可是根据资料这句话是1960年代那时候的苗栗县长林维公，他在议会被议员问到就是军队扰民的问题他有点无奈的回应。所以不是单纯的抱怨。这句话其实蛮有玄机的。怎么说？有什么隐藏的意思吗？你想想看，在那个威权时代你不太可能公开去骂军队嘛，对不对？好像是不太敢。所以这句话它更像是一种暗示啦。意思就是说现在时局比较特别，大家就多担待一点，相忍为果吧。它其实点出了一种连官方都有点没办法的那个局面。哇，原来是这样。这篇报道里面举了苗栗市大平顶营区当例子。对，大平顶这个营区资料说是1954年盖的，盖在以前是茶园的地。驻军住了半个世纪。还有一个有趣的点，日治时代末期，这里差点变成军用机场。是还有这段。对啊，那营区刚来的时候是真的造成一些不方便。像报道说，那个50军就曾经占用建功国小、大同国小的校舍跟操场。哇，学生上课一定受影响嘛。不过好像也不是全都是冲突啦。对，这就是那个互动很复杂的地方。当时的军长叫萧睿，他为了谢谢地方帮忙找到地，还动员阿兵哥。动员他们做什么？去开辟那个苗栗县立田径场。那个田径场后来就变成苗栗高商的校地了。所以这算是一种回馈，建立关系。对，算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啦。不过讲到现在跟以前比，就让人有点感慨了。怎么说？这个营区以前听说带动周边很热闹，结果2005年部队撤走，地也卖掉了。这块地被形容是苗栗市的炸心肉，黄金地段。哇，那很值钱。结果呢，就这样荒废快20年，变成一片废墟。地方上大家都很关心，这黄金地段变废墟，真的蛮可惜的。而且这种军民互动，还有后来土地的问题不是只有大平顶这边有。其他地方也类似。对，资料有提到，像公馆营区、大湖营区，也是当年县政府帮忙盖的。不过公馆营区后来倒是转型的不错。怎么说？就变成现在的苗栗陶瓷博物馆啦。一个变废墟，一个变博物馆。这个对比很有意思。是啊，这个本身就反映了就是不同地方它后来发展的选择不一样，而且不止西半部东台湾也有类似的经验。东部也有。1950年那个海南岛撤退的部队到台东，也借用了台东中学，结果害得有些年级停课停了半个学期。停课半学期哇，那可以想象当时有多混乱对啊，前立法院副院长饶颖琪先生，他当时就是台东中学初3的学生，他亲身经历过那段。哇，那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呢？我看报道里面提到了前国教署长黄兴发先生的回忆，那个听了真的有点心酸呢。他说了什么？他说他妈妈为了养家，
会去那个大平顶营区抢着要去挑厨余。挑厨余？对，他们叫干，就是我们说的烹啦，拿回去喂猪。哇！而且为了要排到前面可以先挑，甚至还要帮营区的伙夫洗衣服、磨豆浆，用劳力去换那个优先权。这个听到这个真的可以感觉到当时那个生活的压力真的很大。对啊，这些个人的故事真的非常非常触动人心。它就凸显了我们说的那个共存啊，很多时候其实是老百姓在默默承受，想办法活下去。像报道还有提到，有人会去捡厨余桶里的馒头，洗干净了再吃。天哪！或是看到阿兵哥在那个水圳旁边洗澡，变成每天都会看到的景象。这些都是那个年代很真实的生活样貌了。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一段官兵道士篱笆破的那个岁月啊，再看看今天台湾的民主啦、富裕啦、高科技发展啦，真的差很多，真的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是这段大家一起走过的艰难岁月，是不分你我，也不管是先来后到的。的确，真的是大家一起撑过来的。对啊，正因为经历过那样的颠沛流离，大家一起努力，才变成今天这样嘛。这份共同的际遇，其实提醒我们，真的要珍惜现在，而且要更团结。像刚刚提到那个公馆营区转型变文创园区，这也就是说，历史空间其实有再利用的可能性。所以官兵道士篱笆破这句话，它不单单只是一句无赖的话它浓缩了一个大时代底下军队跟老百姓之间那种又有冲突又不方便，可是又有某种程度的互相依赖，一起克服困难的那个很复杂的关系。这些从苗栗台东来的故事，都提醒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安稳，其实是建立在很多很多人过去的牺牲跟适应上面的。听完这些故事，我们真的会忍不住去想，像大平岭营区这样的地方，它位在那么好的地段，所谓的黄金地段，对，可是它又承载了这么多历史，结果却荒废了这么多年。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到底该怎么去面对这些过去留下来的印记呢？这片土地的未来又能说出什么样的新故事？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留给你好好想一想。